20年全国语文竞赛台湾抗议，朗读文章国小学生组太普强编好拍好，番薯林秋香连续当日放学嘅时节，阿爸为私车来接，我哋两姊妹转木家，佢惊我哋会读书要，听出会打工，快去市场买到电搭，帮我哋准点心食。一落车，我仍然是披头香喷喷嘅梅水，口兰水是啱啱会嗒嗒跌嘅。阿爸，嗰系乜嘅梅水暗香，是得买本雅定书冇？我远唔系讲，好啊，嗰系配番薯啦。阿爸讲，我同阿姐夹夹去买，阿爸咪顺沙买到生番薯，讲我煮番薯汤本雅定食，转到屋家。阿姐做到拄唔到拿起小小嘅番薯，上去落嘴。阿爸讲，我要规矩，先拿起本阿大阿内食。冇想到阿内沙触惊下，讲阿妹爱哟，冇爱，我冇爱食，我妹唔介是闷。阿内嘅番薯配到香香软软好落嘴，唔有冇爱食呢？阿内是讲，佢寒死嘅时节，冇加快都冇米好煮。太人讲木家太细冇好食，煮饭嘅时将出同番薯敲前，用啲小小嘅米面档。甜饭嘅时节将悄悄嚟，因此一碗番薯盘都难寻到几粒拍盘，年时年长拖都食番薯，食到惊，到底下健康到番薯都还会心寒胆准。哦，原来系安尼，安尼将会连溜一下都咸。不过阿爸同阿定讲过，番薯系动有营养嘅食物，是得帮助消化，对胃肠也好。所以咧下个人为到身体康健，是鼓励多食番薯来保健。冇想到头摆系快人食嘅番薯，今日下煞变做本人懊恼都有春，面上透香港上得台面嘅食物。天一日，阿妹将几条生番薯剁去煮番薯汤。嘅甜甜软软嘅番薯，食落嘴度，甜到心肝度，连食物都会吞落去哦。有一日병學轉到屋家，看到병得別個嘅番薯，沙包牙參順咧，看佢一日一日見上見高，見來見用，我知道心色是滿阿嫩，番薯冇貼到呢，讓我上到安醬咯。阿嫩笑講，是像阿嫩兩姊妹咁樣當好肉。因日目是安泰咧，帶本屋家先嘅希望同煩惱。我們安尼咪係希望我哋像番薯咁樣，一生一高，帶起夢想體挺，行出自家嘅人生。